快节奏的城市，人们总是因为忙碌而没有时间享受。但一碗炒饭就能满足人们对美食的渴望。饱腹的米饭伴有荤素搭配的菜肴，一勺就能实现所有需求。扬州炒饭，淮扬菜的主食代表。相传扬州古运河时期就有了这道菜的雏形。炒饭颗粒分明，粒粒松散，软硬有度，多样的食材点缀色彩，软糯的米饭香气诱人。扬州炒饭最经典的做法是鸡蛋炒饭，经过演变有了鸡肉、火腿、河虾、鲜笋、青豆、胡萝卜等食材，让炒饭更加丰富。米饭需要选用隔夜的熟米饭，这样最能体现粒粒松散的效果。打散的鸡蛋倒入油锅，成型后快速滑散，保持鸡蛋的软嫩。稍微翻炒的配菜与鸡蛋混合，再加入鸡肉、火腿、虾仁，它们将不动声色地增加炒饭的鲜美。米饭一同入锅，吸收一锅的香气，瞬间软糯诱人。只需简单的调味，就是一份完美的主食。一碗炒饭足以抚慰每一个饥肠辘辘的匆匆时刻。没有复杂的技法，炫目的工艺，却能让你感到来自身体深处的踏实与温暖。几千年来，月饼作为传统美食的代表，寄托着中国人对于家庭团圆的心愿。时至今日，人们不会再有莫品其滋味，相思泪沾襟的忧愁。月饼的这份内涵却依然保留了下来。中华美食不仅仅讲究技法，更讲究其背后的文化传承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团圆、幸福、甜美、和谐，这就是中秋节，这就是中国味道。